Hi，我係阿仔。周中喺畢爾包舉行嘅歐霸杯決賽，曼聯賽前有利好消息，後防達洛治、約羅同前鋒舒克斯喺決賽前傷愈復出。賽前最後一課操練，佢哋都有跟隨大隊出現。賽前喺曼聯球迷支持區，亦都有拉起大型嘅 banner 為球隊造勢。曼聯正選11人，令人有少少意外嘅係，今季喺左路最有威脅嘅加拿祖先列後備，而復出冇耐嘅蘇爾亦都以左中堅嘅身份正選上陣。結果又再一次喺全場佔優嘅情況下，以1-0輸俾熱刺，正式宣布今季完美咁樣示範咩叫做輸得一敗塗地。呢場波令到我諗起兩樣嘢，第一樣就係上季本身有機會以不敗姿態完成成個球季嘅利華古信，佢哋就係喺歐霸決賽度輸咗唯一一場比賽，同我哋一樣輸咗一場最唔應該輸嘅比賽。而第二樣嘢就係曼聯啊，仆街！咁都輸得嘅，嗰個老門廢柴。比賽初段，兩隊都踢得比較保守，冇咩特別攻勢。曼聯亦都喺防守對方前鋒蘇蘭基度守得唔錯，令到佢冇任何威脅。不過喺上半場42分鐘，沙亞喺左路一個傳中，莊臣攝咗入去蘇爾同多古中間諗住埋門，可惜佢踢唔到個波反而彈咗落去蘇爾度，反彈入網。嗱雖然有反應，但係可惜太慢，飛到盡都唔能夠喺白界前撲翻個波出嚟。成個上半場熱刺都冇埋門，結果就係呢一個傳中波。令到熱刺半場領先1-0，下半場曼聯繼續控制住個戰局，可惜喺中場組織唔到攻勢，面對住拍大巴嘅熱刺喺邊路度亦都冇任何甜頭。去到第67分鐘，班奴喺後場嘅罰球斬入禁區，門將域卡利奧出迎想接個波，但又甩手，個波撞翻出嚟嘅時候，海倫乘機頭槌攻門，眼見個波都差唔多入噶啦。熱刺中堅雲達芬喺個波準備飛入白界之際，凌空跳起將個波解圍，成功瓦解咗曼聯最黃金嘅機會。而之後比賽，熱刺隊長羅美路同麥圭多次喺禁區度碰撞，成為下半場最常見到嘅畫面。今季一路都盛讚阿摩廉當機立斷，要換人嘅時候絕不手軟，但係唔知點解今場決賽要去到71分鐘先至收起成場波冇乜表現嘅美神蒙特，同埋需要喺加強攻勢嘅時候收起前鋒海倫，換入加拿祖同舒克斯。結果加拿祖入替之後不停喺左邊製造到埋門或者傳中，而去到補時階段，後備入替嘅達洛治喺右路傳中，蘇爾禁區度頭槌攻門，可惜俾門將撲出。去到最後一擊，阿密角球斬出嚟個波流到去尾柱，卡斯米路同加拿祖同時準備射門，可惜最後卡斯米路嘅倒掛將個波踢咗去網側，而球證呢一刻亦都吹響完場嘅哨子，熱刺1-0擊敗曼聯。所有曼聯嘅球員失望倒地，希望球員認真感受呢一次嘅失敗，好好記住呢一場輸波嘅滋味，去警惕自己下一次唔可以再做失敗者。阿摩廉今場波好多決定都俾球迷同傳媒話佢做得差，不過呢啲都係結果論。如果佢贏咗，啲人又覺得佢呢個舉動係神級嘅調動。不過既然輸波已經塵埃落定，係時候好好地諗下下一季喺冇歐洲賽踢嘅情況下，點樣可以加速重建呢一支褪色嘅昔日班霸。呢個賽季最搏最有表現嘅一定係班奴，可惜喺近呢一兩場比賽唔知係咪真係搏得太盡，令到佢有心無力。而賽後佢亦都罕有地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話，如果球會真係需要賣佢去籌錢嘅話，佢好樂意接受呢一件事。不過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佢絕對唔係想走，希望球隊可以繼續支持呢位今季全季都拼盡全力去捍衛呢間球會最後尊嚴嘅球員。而同樣喺賽後有同傳媒抱怨嘅係加拿祖，佢唔滿意呢個歐霸杯佢場場都正選，反而喺決賽度只係得20分鐘嘅出場時間。相信呢件事一定有影響到佢嚟緊呢個夏天會唔會被賣走嘅一個契機。即管睇下星期日巡聯賽會唔會見到加拿祖出場。呢一季嘅失利可能亦都係球隊難得可以重生嘅機會，有咩仲可以差得過呢一個球季呢？球會係時候重新訂立長遠目標，由呢個夏天開始好好咁樣部署，點樣用時間去復興呢一支球會，唔好再諗住換一兩個教練，換一兩個球員就可以起死回生。近呢10年呢個方法仲試唔夠咩？係時候堅守信念，俾時間適合嘅人去建立翻一隊有底蘊嘅豪門。星期日英超煞科戰，曼聯主場對維拉，近5次對賽成績
居然曼聯係4勝1和，冇輸過俾維拉。不過紀錄係用嚟改寫嘅，維拉喺最後一輪係需要贏波去競逐來季嘅歐聯入場券，而曼聯亦都只係需要競逐排第16定係17。而令到呢場波最大嘅變數就係曼聯究竟會唔會為咗令到維拉可以攞到歐聯入場券，有錢買到拉師傅而故意輸呢場波呢？喺爭前5嘅球隊入邊，形勢最好嘅係排第3有洛迪復出嘅曼城，而排第4嘅紐卡素亦都只係對住無欲無求嘅愛華頓，排第5嘅車路士就將會作客排第7嘅森林。所以呢場波有啲咩閃失嘅話，排第6嘅維拉分分鐘可以攞到最後一張歐聯入場券。咁即管睇下阿摩廉喺今季最後一場主場比賽會唔會繼續保持9場不勝去完結呢一個失望嘅球季。呢幾日嘅心情就好似張圖咁，對球隊表現失望，成季嘅努力付諸流水，已經唔奢求佢哋有好精湛嘅表現，淨係想佢哋好好地踢翻一場波都做唔到。不過既然都已經成為事實，係時候諗下點樣振作，企翻起身。如果真係想做翻好嘅話，認真專心一致做翻好自己嘅本分，我相信好快好日子會再翻嚟。今集就嚟到呢度。大家對於來季應該點樣重建曼聯有咩睇法呢？歡迎喺下邊留言，我哋下集見，拜。